一身痴，流汗血盡赤心，追尋大意義，明知。歡迎大家收睇《悲大報道》。唔知大家讀大學嘅時候有咩童年回憶呢？我記得一年級嘅時候呢，同大家一齊嗌口號，即係 Damn Beat，真係好好玩噶。但係呢，到而家我都唔知係做啲乜嘢噶。所以不如睇下同學嘅手法如何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成一，所謂河東精神，就係團結我哋河東姊妹，自成一族。我哋會煮糖水，又會煲粥。問妹何所欲？問妹幾時申請入宿？問妹何所欲？問妹幾時申請入宿？頭先睇完我哋啱啱呢段片段，Damn Beat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好歡樂、好表面嘅一個活動，背後其實都係屬於一種香港大學嘅行為集體文化。係啊，卓豪，冇錯。Damn Beat呢個行為源自於宿舍傳統，由一代又一代嘅學長者口耳相傳，用廣東話嗌口號、齊聲拍掌、揼腳等等嘅節奏動作，構建出一套獨有嘅儀式。呢啲唔單止係一個表演，更係一種身份嘅展現。你講得好啱啊！其實廣東話喺呢度唔止一個語言嘅工具，亦都係一個身份嘅符號。問妹何所欲呢啲嘅口號呢，佢好押韻，亦都好地道，營造咗一個自己人鮮明嘅一個語境。佢好強化咗我哋學生對群體嘅歸屬感。Damn Beat 嘅文化其實遠比 UBC 西方大學更加具儀式感。UBC 學生呢，佢較為偏重一個個人化啦、選擇性嘅參與。香港真係傾於呢個集體嘅主導，但有一啲強烈嘅主流規範氣息喺度。喺米格論嘅服從實驗入面指出，喺權威嘅指令底下，人往往會做出一啲違背自己道德標準嘅行為。咁喺 Damn Beat 入邊，有啲學生未必真心想做，但係因為權威人士嘅引導同埋群體壓力底下，最終都會選擇一齊參與。尤其係當身邊嘅人都積極投入嘅時候，對群體歸屬感嘅需求會令佢哋更加傾向服從。同埋啦，Damn Beat其實好多時係由一啲高年級嘅主導啦，佢哋用一啲拍手揼腳或者嗌口號嘅方式去帶動一啲氣氛。雖然表面上睇落去好熱血，但其實咧好多同學佢哋都唔想異於大眾，佢哋好驚俾人去孤立。權威啊，或者同埋呢個集體嘅壓力，令到人呢，佢即使好唔完全認同啊，佢都選擇隨波逐流。不過我哋亦都要留意到，群體生活雖然帶嚟歸屬感，但同時亦都會產生壓力。有啲同學可能唔係真心想 Damn，但為咗唔想打壓，為咗融入，只好照做。所以呢，其實 Damn Beat 都只不過係一個好表面嘅歡樂節目。其實另一回事呢，都係一個好融合呢個語言啦、情感同埋壓力嘅文化儀式，反映咗我哋本土身份認同啦，同埋喺呢個社會主流嘅規範下，點樣俾人構造出嚟。咁不如我哋接住睇下啱啱發生咗啲咩事。喂，喺度做緊乜嘢啊？你睇下，我哋無啦啦俾人擺咗上網啦！你睇下啲留言，真係好尷尬啊！唉，其實我哋本身都唔想 Damn Beat 㗎啦，不過我哋第一年入宿咩？睇完頭先嘅片段，互聯網參與文化令到唔少人開始上載自己嘅內容，所以大學之外嘅人都開始認識到 Damn Beat 嘅威力。Damn Beat 就咁樣由校園文化衍生成為一種傳承嘅熱話。係啊，卓南，互聯網作為一個創意空間啦，咁有唔少嘅二次創作出現，有時候致敬，有時候係嘲笑，但係同時間網民應該具備呢個媒介素養，唔應該因為互聯網嘅匿名性進行呢個人身攻擊，留下呢個侮辱性嘅言論。冇錯啊，咁樣就正正反映咗網絡同埋本土文化之間嘅互動。大家透過製作廣東話嘅內容，回應網上面嘅話題，其實就係加強咗自己對香港身份嘅認同感。咁總括而言啦，咁 Damn Beat 唔單止係一個傳統嘅迎新活動啦，更加係一個別具象徵意義嘅文化儀式啦，牽涉到呢個身份認同、群體壓力同埋呢個社會規範嘅。雖然互聯網可以幫助推廣呢一啲嘅文化，但係同時間都帶嚟咗唔同嘅反思，要學識點樣尊重同自我認同之間找到平衡，都係我哋喺面對群體壓力時候應該要諗下嘅一個話題。最後，無論參與 Damn Beat 定係網上嘅討論，最緊要係能夠理解呢個文化背後嘅意義，唔好淨係跟隨，仲要消化下自己其中嘅角色同埋立場。係啊，無論係線上定係線下，我哋都應該透過理解同埋反思，令到文化活動同埋社會現象更加豐富同埋別具意義。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
我哋下次再見啦。